在台南市副市長江林宏的見證之下，台南市北門區公所甲日本福島縣知見廳共同簽署友好城市備忘錄，未來將在文化觀光、教育交流、產業經濟等面向展開合作，替台日地方交流擱添新的里程碑。知見町是一個山區的一個城市，咱北門是海邊的城市哈，所以兩個城市一個結合，可以互補有無啦哈。造成這站美術的是台的日本畫家吉田流美關井手稿畫作，和北門區圖書館牽起山海兩座城市的緣分。儀式當中，雙方也互相致敬在地特色伴手禮。公所送這在咧山貴的台南山野甲北門前仔腳新公園。知見廳是送當地紀念酒，使用知見廳的糖來回禮。1月の末に台南北門区を訪問しました。それからたった6ヶ月で今日このような日を迎えられ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ことは、台南市北門区関係者のすべての皆様に心から感謝申し上げます。とっても嬉しいです。現場也本上北門區知見廳的宣傳影片，了解雙方的文化歷史。訪問團也進一步實地參訪北門區的生態美景、農特產、中國文化景點，親身感受北門的人文風情，和台日交流更向前邁進。台南新聞綜合報道。